喺今日一日嘅時間裏面，可能都好多嘢發生。呢一刻，當你嚟到主嘅面前，你都嘗試安靜自己嘅心，單單專注於神，因為神而家同你喺埋一齊。你所坐嘅地方，正正係被神嘅光同埋愛包圍住。神唔係一個批評者，而係一位溫柔嘅牧者。你乜嘢都唔需要講，佢就已經知道啦。神對我哋講：你們得救，在乎歸回安息；得力，在乎平靜安穩。所以喺呢一刻，你只需要安靜，唔需要為今日而懊悔，亦都唔需要為明天而擔憂。透過深呼吸嚟到去讓自己放鬆，藉住你嘅一呼一吸，讓自己單單專注於神。請聆聽神嘅話語，以賽亞書30章15至18節。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：你們得救，在乎歸回安息；你們得力，在乎平靜安穩。你們竟自不肯，你們卻說：不然，我們要騎馬奔走，所以你們必然奔走。又說：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。一人叱喝，必令千人逃跑；五人叱喝，你們都必逃跑，以致剩下的，好像山頂的旗桿，江上的大旗。耶和華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給你們，必然興起，好憐憫你們，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，都是有福的。而家你可以開始默想頭先聽到嘅經文當中，讓你感覺觸動你或者震撼你心靈嘅嗰啲字句，亦都可以默想你面對壓力嘅時候係選擇奔跑，尋求人嘅幫助，定係安靜喺神嘅面前呢？神係咪等緊你歸回，等緊你放低自己，重新咁樣去信靠佢呢？又有邊一啲方面你要去學習平靜安穩咁樣去依靠神呢？
以賽亞書30章15至18節。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：你們得救，在乎歸回安息；你們得利，在乎平靜安穩。你們竟自不肯，你們卻說不然，我們要騎馬奔走，所以你們必然奔走。又說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。一人叱喝，必令千人逃跑；五人叱喝，你們都必逃跑，以致剩下的，好像山頂的旗桿，岡上的大旗。耶和華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給你們，必然興起，好憐憫你們。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，都是有福的。呢一刻，你可以基於頭先嘅默想嚟到去向神祈禱，亦都可以向神認罪悔改回轉，求神寬恕。我哋時常好急躁、驕傲或者唔肯信靠，但係神仍然係憐憫我哋。佢係一位等候施恩嘅主。而家就向呢一位慈愛嘅父親獻上你嘅祈禱。以賽亞書30章15至18節。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：你們得救，在乎歸回安息；你們得利，在乎平靜安穩。你們竟自不肯，你們卻說不然，我們要騎馬奔走，所以你們必然奔走。又說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。一人叱喝，必令千人逃跑；五人叱喝，你們都必逃跑，以致剩下的，好像山頂的旗桿，岡上的大旗。耶和華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給你們，必然興起，
好憐憫你們，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，都是有福的。喺神俾我哋嘅光同埋溫暖當中，讓我哋嚟到去承認神喺我哋身上嘅主權，亦都將我哋生命嘅主權完全讓位俾主。呢一刻，當你享受喺神嘅愛同埋光當中嘅時候，你可以向神做出你嘅回應。我要喺安靜當中耐心等候神你自己嘅作為。